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嘉明123。咁見到骨妹呢兩個字啦，唔知大家腦內咧有何聯想呢？究竟係諗起霓虹燈下嘅笑面腳板啦，定抑或三五成群嘅麻甩佬不想尋歡嘅模樣啊？定抑或咧係一手好手藝嘅按摩技師呢？咁無論點都好啦，大家咧又有冇諗過呢一個咁充滿隱喻嘅電影名稱背後，卻隱藏住一段姊妹情深嘅動人故事呢？咁骨妹呢一部電影咧係由澳門導演徐恩善執導嘅，咁咧就由歐健兒編劇編寫啦，而咧梁詠琪、廖子妤、余香凝咧領銜主演。咁故事咧就係講述翻啦，年近40歲嘅詩詩咧喺台灣咧同老公咧一齊打理呢個民宿生意啦，過住咧悠哉游哉嘅舒適自在生活。咁直到有一日咧，詩詩無意中咧翻開報紙啊，喺報紙上發現咗一則咧耐期尋味嘅尋人啟事。咁就此咧揭開咗詩詩咧風塵多年咧嘅往事回憶，以及咧過往同姊妹相處時嘅林林種種。咁電影內嘅故事時間線啦，分別為回歸前後嘅澳門。咁開首咧就先以主時間線咧交代出咧主角現時嘅角色人物關係啦、背景啦以及生活狀況咁嘅。咁啊接住啦，再以尋人啟事一幕起咧，開始於不同嘅位置啊，以插敘嘅拍攝手法咧向觀眾交代翻主角與姊妹從前過往嘅日常往事，以及咧有喜有悲嘅段段畫面，咁令到故事轉換場景咧，由現狀跳至重回舊地，向姊妹追憶嘅故事格局咧，睇落咧係會更為順暢啊，以及理所當然。而觀眾睇落咧，亦唔會感覺到咧情景嘅節奏係太快啦，轉場咧係過於突然咁嘅。咁而回到現時點啦，咁記錄翻咧主角詩詩咧與往日嘅姊妹逐一碰面嘅畫面咧，感覺咧係果真10年人事幾翻身啊！真係，因為導演咧以入骨嘅對白內容刻畫啦，加上演員嘅精湛對手戲啦，描繪出咧詩詩咧同埋姊妹啦曾經共同擁有嘅一剎那咧，卻已成過去不復返，點追都無法挽回啦。咁呢一個意境咧真係甚為蒼涼㗎。咁加上咧編劇嘅刻意安排啦，為姊妹們嘅現況咧加上陣陣嘅滄桑落魄感，對白設計上咧又另帶些許時光流逝嘅心思。咁記得有一幕咧，主角相約啊姊妹見面嘅地點咁嗰陣咧，但種種提及嘅地點咧，實則已成過去嘅地標。更有一幕啊，主角同其他嘅姊妹碰面嘅時候咧，而勾起當年青春回憶嘅畫面，使各人之間咧嘅歲月蹉跎感啊更為到位啦，而時間一去不復返，想再捉緊亦找唔住嘅意境咧，係亦都拍攝得更為到位嘅。咁至到中段同埋後段啦，故事咧講述到當年詩詩咧同埋姊妹玲玲所產生嘅誤會以及拗撬場面咧，其實原來一切咧都純屬玲玲一心咧為詩詩幸福着想而刻意製造嘅誤會情景之一幕啊，更加令人感觸。因為導演咧以呢個第三人稱啦，着重刻畫主角咧同有關知情者嘅訪談片段啦，逐漸咧將種種嘅誤會疑團一一解開啊，令到電影嘅觀感咧睇落咧冇咁平鋪直敘，而觀眾咧亦都咧係容易明白故中含義啊。咁呢個位值得一讚㗎。到戲肉咧交代出啊，詩詩回想起咧與玲玲姊妹間嘅友愛存在時啦，咁幕幕嘅情景咧，果真令觀眾咧係越睇越有悶哼住咧紅眼睛幽幽的看着這孤城之感啊，更為兩人感嘆咧一切無法回首啦，愛已至深，卻最終咧永遠相隔啊！因為點解呢？因為在戲肉之時啊，二人咧其實同看同遊同攜手，愛意傾城啦。但當友愛因誤會而消逝時啊，世間嘅一切咧就仿如同空有，而只有眼淚同埋痛苦咧填滿住佢哋雙方嘅一切，相互咧心痛傾城，無法挽留。更可惜嘅係雙方咧可曾相愛過，但心意咧最終只留心底處。咁講咗咧咁耐呢一個嘅拍攝手法啦，咁其實除咗拍攝手法出眾之外咧，演技咧咁亦都非常值得好評嘅。咁梁詠琪咧嘅專業精神咧值得嘉許啦。剛做媽媽未收身就掃還上陣，咁狀態咧雖然未回復到頂峰啊，咁但亦不失呢一個嘅專業水平啦。咁但係我覺得今部作品咧 Gigi 咧並非係靈魂核心啊，咁反而係兩位新人演員啦，廖子妤以及呢個余香凝啦，果真先係咧電影嘅重點啊。咁先講一下廖子妤先啦。廖子妤嘅演技咧純樸自然得嚟咧，並無半點嘅做作。咁憑住戲內啦，自然而然咧嘅條件反射啦，一言一語表現
表情反應，紛紛咧活生生咁咧將一個純如止水、學識唔高嘅傻大姐咧演活過嚟啊！咁故此咧被提名為今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啦，我覺得都亦理所當然嘅，咁啊不足為奇啊！咁而另一方面咧，余香凝 Jennifer 咧飾演嘅角色玲玲咧係一個堅強獨立嘅大家姐啦，咁同阿廖子妤飾演嘅詩詩咧個性咧係啱好咧就係相反嘅，咁啊一動一靜咁樣啦。咁本人咧，我覺得邊觀看電影時咧就確有一份驚喜之感嘅，皆因咧過往熒幕下嘅 Jennifer 咧，咁我覺得都係比較溫文善良啊，言談有禮啊，咁但係喺電影角色咧，為咗因為塑造出咧佢呢個大家姐豪邁霸氣嘅感覺嘅時候咧，咁不忘咧都加咗一啲可能粗口嘅對白俾阿 Jennifer 去演繹啦。咁我覺得咧佢係完全 carry 到咧呢一份嘅氣勢啦。咁我覺得簡直係令人眼前一亮啊！咁如果呢部小品咧要評分嘅話咧，我覺得10分滿分咧我都會俾9分嘅。咁皆因其實故事好真實啦，好貼地啦，感人入勝。咁同埋絕無半點浮誇啦，拍攝手法咧以及故事嘅取材咧都係好貼切反映出咧其實而家現實嘅一啲嘅狀況下嘅人情冷暖啊，咁其實都仿似一套咧其實係照現實寫照去描繪嘅浮世繪咁咯。咁但係你問我，既然講得咁好，咁點解都係得9分冇滿分呢？咁我只可以話世間冇完美，放過我啦，師兄。咁 anyway 啦，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嘅影片嘅話咧，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咁就下次見，拜拜。街が暮れたら色めき風たちは運ぶわカラスと人々の群れ